智慧甲人产业是目前产业发展趋势，人才培育是上关键的第一步。因此，伟创智通投入国际的经费，甲国立阳明交通大学产学合作，成立智慧甲人能中心。把这个创新，我们的研发变成带领我们产业发展的这个火车头。我个人是非常认同这样的一个概念，所以这样的一个实际操作就会在我们台南校区，我觉得它是一个充满各种想象、富含生机的一个新的 campus。伟创智通董事长林宪明、甲阳明交通大学校长林启宏、志愿基金会执行长吴成文等人签署合作，强调实现智慧制造甲理能的产学研发，以及人才培育机制等产学共创模式，促进跨领域的研究合作。产业界跟这个学术界、学校这边能够共创价值，包含能够协助这个学术的发展，也协助产业的发展。然后这个两方的这个发展，又创造社会更多的产业的价值，以及人才培育以后扩散到整个社会，能够协助社会跟国家的发展。那这个也让台湾呢是真正可以让全世界感受到，以台湾为中心，而能够加惠，能够去 benefit 我们所有的国际的partner。那就像施董事长讲的，我们其实是一个技术服务的中心，而不是只是一个制造业。那这个定位也是不一样的。校方预计伫113学年度设立智慧物联网产业硕士专班，推动智慧制造甲智能电子，进行创新智慧服务、智慧科技、智慧工业、物联网的跨域研究，期待会当开展阳明交通大学甲台南在地产学共创合作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